创世纪第2章，天地甲万象已经创造完成。伫第7日，上帝完成伊的工作，就伫迄日休困。上帝赐福第7日，定即日做圣日，因为伫即日，上帝停伊一切创造的工，就安息。这就是天甲地创造的过程，创造的另外一个记载。主上帝造天甲地的时，大地还未有草木，田野还未生菜荽，因为主上帝无落雨，嘛还未有人通种作，总是有水对地冲出来，润得地面。主上帝用地上的土粉捏造人，对伊的鼻孔分生命的气，人就成做有生命的人。主上帝伫东方的伊甸开垦一个园，将所造的人下伫迄内面。主上帝予地发逐种好看的树仔，甲好食的果子。伫园的中间嘛有活命树，甲会互人分别善恶的树。有一条河对伊甸流出来，灌压迄个园，对遐分做4条。头一条叫做比顺河，是哈菲拉全地，遐出产金，是上好的金，阁出产珍贵的香料甲红玛瑙。第二条叫做基混河，是果实全地。第三条叫做底格里斯河，流对亚述的东边。第4条就是幼发拉底河。主上帝将迄个人安顿伫伊甸园，予伊种作，固守迄个园。主上帝吩咐迄个人讲：园内逐种树的果子，你拢通食。毋过，迄丛会互人分别善恶的树，伊的果子你袂用得食。你若食，迄日你一定会死。主上帝讲：迄个人家己一个大毋好，我要甲伊做一个帮衬者来匹配伊。主上帝用土做野地逐款的走兽，以及空中逐款的飞鸟。主上帝甲遐个动物带来迄个人的面前，予伊甲因号名。迄个人甲逐款动物号的名，就成做迄个动物的名。迄个人就甲所有的精生、空中的飞鸟，甲野地一切的走兽号名。毋过，找无一个通做伊的帮衬者来匹配伊。主上帝予迄个人困冬眠，伊就困。主上帝对迄个人摕一支肋骨，阁予迄位的肉合起来。主上帝就用迄支肋骨做一个查某人，带伊来到迄个人遐。迄个人讲：即个才是我骨内的骨，肉内的肉，通称伊做查某人，因为伊是对查甫人摕出来的。安尼，人要离开伊的爸母，甲伊的某结连，两人成做一体。
翁某两人赤身裸体，无感觉见笑。